你知唔知人老咗最怕嘅唔係有皺紋啊，係冇咗啲肌肉啊！我以前啊，成日覺得咧行多2步路咧就會好攰嘅，上樓梯咧又腳仔軟喎。後尾啊，我先知道原嚟我係肌肉流失哦。後尾醫生就同我講，年紀大咗，蛋白質吸收咧係會差啲嘅，要補翻多啲。但係我平時食肉咧，消化又唔係咁好，亦都唔想食咁多肥膩嘢。後尾咧，我就揾到呢一隻黑醋家嘅黑豆蛋白粉，佢係日本丹波黑大豆做㗎，100%咧係植物蛋白，飲完咧你覺得個人好輕鬆㗎，唔會咧有飽滯嘅感覺。每份有13克嘅蛋白質，加埋黑大豆同黑芝麻，每日1杯，可以幫我哋鞏固肌肉，連頭髮、皮膚同全面營養補充都照顧到。佢好易通㗎，10秒就搞掂，唔會搞唔溶㗎。味道咧就似嗰啲好濃郁嘅黑芝麻豆漿，好飲過傳統嘅蛋白粉好多㗎。我就飲咗1排㗎啦，真係覺得精神啲，行路啊都冇咁易攰啊。如果你想揾一款輕盈易吸收嘅蛋白質營養補充品，依家即刻撳下邊嘅鏈接去黑醋家官網買啦。